14回，曹孟德一驾幸许都，吕奉先城夜袭徐郡。却说李乐引军诈称李傕、郭汜来追车驾，天子大惊。杨奉曰：“此李乐也。”遂令徐晃出迎之，李乐亲自出战，两马相交，只一合，被徐晃一斧砍于马下，杀散余党，保护车驾过机关。太守张扬据宿伯营驾于止道，帝封张扬为大司马。杨辞帝屯兵也亡去了。帝入洛阳，见宫室烧尽，皆是荒芜，满目皆是蒿草，宫院中只有颓墙坏壁，且盖小宫居住。百官朝贺，皆立于荆棘之中。诏改新平为建安元年。是岁又大荒，洛阳居民仅有数百家，无可为食，竟出城去剥树皮蕨草根食之。尚书郎以下，皆自出城巧采，多有死于颓墙坏壁之间者。汉末气运之衰，无甚于此。后人有诗叹之曰：“血流芒荡白蛇王，赤志纵横游四方。秦路逐帆新社稷，楚追推倒历封疆。天子懦弱奸邪起，宗社凋零盗贼狂。看到两京遭难处，铁人无泪也凄惶。”太尉杨彪奏帝曰：“前蒙降诏，未曾发遣。今曹操在山东，兵强将胜，可宣入朝，以抚王室。”帝曰：“朕前既降诏，卿何必再奏？今急差人前去便了。”彪领旨，急差使命赴山东，宣召曹操。却说曹操在山东，闻知车驾已还洛阳，据谋士商议。询于晋曰：“袭晋文公纳州襄王，而诸侯服从；汉高祖为义帝发丧，而天下归心。今天子蒙尘，将军诚因此时首倡议兵，奉天子以从众望，不是之略也。若不早图，人将先我而为之矣。”曹操大喜，正要收拾起兵，忽报有天使击诏宣诏。操接诏，刻日兴师。却说帝在洛阳，百事未备，城郭崩倒，欲修未能。人报李傕、郭汜领兵将到，帝大惊，问杨奉曰：“山东之使未回，李郭之兵又至，为之奈何？”杨奉韩先曰：“臣愿与贼决死战，以保陛下。”董承曰：“城郭不坚，兵甲不多，战如不生，当复如何？不若且奉驾往山东避之。”帝从其言，即日起驾往山东进发，百官无马皆随驾步行。出了洛阳，行无一箭之地，但见城头蔽日，金鼓喧天，无限人马到来，帝后战力不能言。忽见一骑飞来，乃前插往山东之使命也。至车前拜起曰：“曹将军尽起山东之兵，应召前来。”闻李傕、郭汜犯洛阳，先插夏侯惇为先锋，引上将10员，精兵5万，前来保驾。帝心方安，少卿夏侯惇引许褚、典韦等至驾前面军，俱以军礼见。帝未遇方毕，忽报正东又有一路军到。帝即命夏侯惇往探之，回奏曰：“乃曹操部军也。”须臾，曹洪、李典、乐进来见驾。通明毕，洪奏曰：“臣兄之贼兵至近，恐夏侯惇孤立难为，故又差臣等备道而来协助。”帝曰：“曹将军真社稷臣也。”遂命护驾前行。探马来报，李傕、郭汜领兵长驱而来。帝令夏侯惇分2路迎之。惇乃与曹洪分为2翼，马军先出，步军后随，警力攻击。傕、汜贼兵大败，斩首万余。于是还洛阳故宫，夏侯惇屯兵于城外。次日，曹操引大队人马到来，安营毕，入城见帝，拜于殿阶之下。帝赐平身，宣谕慰劳。操曰：“丞相蒙国恩，克私图报。今傕、汜2贼罪恶贯盈，臣有精兵20余万，以顺讨逆，无不克节。陛下善保龙体，以社稷为重。”帝乃封操领司隶校尉，驾节钺录尚书事。却说李傕、郭汜知操远来，意欲速战。贾诩谏曰：“不可。操兵精将勇，不如降之，求免本身之罪。”傕怒曰：“你敢灭吾锐气！”拔剑欲斩许，众将劝免。是夜贾诩单马走回乡里去了。
次日，李觉军马来迎操兵。操先令许褚、曹仁、典韦领300铁骑于决阵中冲突3遭，方才布阵。镇元楚，李觉指李先、李别出马阵前，未及开言，许褚飞马过去，一刀先斩李先。李别吃了一惊，倒撞下马，楚一斩之，双挽人头回阵。曹操抚许褚之背曰：“子真无知樊哙也。”遂令夏侯惇领兵左出，曹仁领兵右出，操自领中军冲阵。鼓响一声，3军齐进，贼兵抵敌不住，大败而走。操亲掣宝剑压阵，率众连夜追杀，缴戮极多，将者不计其数。决似望西逃命，茫茫似丧家之狗，自知无处容身，只得往山中落草去了。曹操回兵仍屯于洛阳城外。杨凤、韩先2个商议，今曹操成了大功，必拿重权，如何容得我等？乃入奏天子，只以追杀决嗣为名，引本部军屯于大梁去了。第1日，命人至操营，宣操入宫议事。操闻天使至，请入相见，只见那人眉清目秀，精神充足。操暗想曰：今东郡大荒，官僚军民皆有饥色，此人何得独肥？因问之曰：公尊严充于，以何条理而至此？对曰：某无他法，只食啖30年矣。操乃汗之，又问曰：君居何职？对曰：某举孝廉，原为袁绍、张扬从事，今闻天子还都特来朝觐，官封正义郎。既因定陶人，姓董，名昭，字公人。曹操避席曰：闻名久矣，幸得于此相见。遂至酒帐中相待，令与荀彧相会。忽人报曰：一队军往东而去，不知何人。操即令人探之。董昭曰：此乃李傕救将杨凤，与白坡帅韩先，因明公来此，故引兵欲投大梁去耳。操曰：莫非疑操乎？昭曰：此乃无谋之辈，明公何足虑也。操又曰：李郭2贼此去若何？昭曰：虎无爪，鸟无翼，不久当为明公所擒，无足介意。操见昭言投机，便问以朝廷大事。昭曰：明公兴义兵以除暴乱，入朝辅佐天子，此五国之功也。但诸将人疏异议，未必服从。今留此，恐有不便，唯宜驾幸许都为上策。然朝廷拨阅，心还京师，远近仰望，以记忆昭之安。今复喜驾，不厌众心。夫行非常之事，乃有非常之功，愿将军决记之。操执招手而笑曰：此吾之本志也。但杨凤部大梁，大臣在朝，不有他便否？昭曰：义也以书与杨凤，先安其心，明告大臣，以京师无粮，欲车驾幸许都进鲁阳，转运粮食，庶无欠缺悬阁之忧。大臣闻之，当心从也。操大喜，昭谢别。操执其手曰：凡操有所图，唯公教之。昭称谢而去。操由是日与众谋士密议迁都之事。时事中太史令王立司谓宗正刘爱曰：吾仰观天文，自去春太白犯震星于斗牛，过天津，荧惑又逆行，与太白会于天官，金火交汇，必有新天子出。吾观大旱气数江中，晋、魏之地，必有新者。又密奏献帝曰：天命有去就，五行不长盛，待活者土也。待汉而有天下者，当在位。操闻之，使告立曰：之功忠于朝廷，然天道深远，幸勿多言。操以是告喻。喻曰：汉以火的王，而明公乃土命也。雪都属土，道比必兴。火能生土，土能旺木，正合董昭、王立之言。他日必有新者。操议遂决。次日入见帝，奏曰：东都荒废久矣，不可休憩，更兼转运粮食艰辛。雪都地进鲁阳，成功公事，钱粮民物足可备用。臣敢请假幸许都，为陛下从之。帝不敢不从，群臣皆惧操事，亦莫敢有异议，遂择日起驾。操引军护行，百官皆从。行不到数程，前至一高陵，忽然喊声大举，杨凤、韩先领兵拦路。
徐晃当先，大叫曹操欲结驾何往？操出马视之，见徐晃威风凛凛，暗暗称奇，便令许褚出马与徐晃交锋。刀斧相交，战50余合，不分胜败。操即鸣金收军，召谋士议曰：杨凤、韩先成不足道，徐晃乃真良将也。吾不忍以力并之，当以计招之。行军从事满宠曰：主公勿虑，某相与徐晃有一面之交，今晚扮作小卒，偷入其营，以言说之，管教他倾心来将。操欣然遣之。是夜满宠扮作小卒，混入彼军队中，偷至徐晃帐前，只见晃秉烛被甲而坐。宠徒至其前，一曰：故人别来无恙乎？徐晃惊起，熟视之曰：子非山阳满伯宁耶？何以至此？宠曰：某现为曹将军从事，今日于阵前的见故人，欲尽一言，故特冒死而来。晃乃言之作，问其来意。宠曰：公之勇略，世所罕有，奈何屈身于杨、韩之徒？曹将军当是英雄，其好贤礼事，天下所知也。今日阵前见公之勇，十分敬爱，故不忍以健将决死战，特遣宠来奉邀。公何不弃暗投明，共成大业？晃沉吟良久，乃喟然叹曰：无故之奉，先非立业之人，奈从之久矣，不忍相舍。宠曰：岂不闻良禽择木而栖，贤臣择主而事？欲可事之主，而骄必失之，非丈夫也。晃起谢曰：愿从公言。宠曰：何不就杀凤，先而去，以为觐见之礼？晃曰：以臣事主，大不义也，吾绝不为。宠曰：公真义是也。晃遂引帐下数十骑，连夜同满宠来投曹操。早有人报之杨凤，凤大怒，自引千骑来追，大叫徐晃反贼休走。正追赶间，忽然一声炮响，山上山下火把齐鸣，伏军四出。曹操亲自引军当先，大喝：我在此等候多时，休教走脱！杨凤大惊，急带回军，早被曹兵围住。恰好韩先引兵来救，两军混战，杨凤走脱。曹操趁彼军乱，乘势攻击，两家军士大半多将。杨凤、韩先是孤，引败兵投袁术去了。曹操收军回营，满宠引徐晃入见。操大喜，后待之。于是迎銮驾到许都，盖造宫室殿宇，立宗庙社稷，省台司院衙门，修城郭府库，封董承等13人为列侯，赏功罚罪，并听曹操处置。操自封为大将军武平侯，以荀彧为侍中尚书令，荀攸为军师，郭嘉为司马祭酒，刘烨为司空院曹，毛玠、任俊为典农中郎将，崔都前粮，程昱为东平乡，范成、董昭为洛阳令，满宠为许都令，夏侯惇、夏侯渊、曹仁、曹洪皆为将军，吕虔、李典、乐进、于禁、徐晃皆为校尉，许褚、典韦皆为都尉，其余将士各个封官。自此大权皆归于曹操。朝廷大务，先禀曹操，然后方奏天子。操既定大事，乃设宴后堂，聚众谋士共议曰：刘备屯兵徐州，自领州市，晋吕布以兵败投之，被使居于小沛。若二人同心引兵来犯，乃心腹之患也。公等有何妙计可图之？许褚曰：愿借精兵5万，斩刘备、吕布之头，献于丞相。荀彧曰：将军勇则勇矣，不知用谋。今许都兴定，未可造次用兵。欲有一计，名曰二虎进食之计。今刘备虽领徐州，未得诏命，明公可奏请诏命时授备为徐州牧，因密语一书，教杀吕布。事成则备无猛士为辅，意见可图；事不成，则吕布必杀备矣。此乃二虎进食之计也。操从其言，及时奏请诏命，遣使击往徐州，封刘备为征东将军宜城亭侯，领徐州牧，并附秘书一封。却说刘玄德在徐州，闻帝幸许都，正欲上表庆贺，忽报天使至，出郭迎接入郡，拜受恩命毕，设宴管待来使。使曰：君侯的此恩命，实曹将军于帝前保荐之力也。
玄德称谢，使者乃取出司书递与玄德。玄德看罢，曰：“此事上容计议。”席散，安歇来使于馆驿。玄德夜与众商议此事。张飞曰：“吕布本无义之人，杀之何碍？”玄德曰：“他是穷而来投我，我若杀之，亦是不义。”张飞曰：“好人难做。”玄德不从。次日，吕布来贺，玄德叫请入见。布曰：“闻公受朝廷恩命，特来相贺。”玄德训谢，只见张飞扯剑上厅，要杀吕布。玄德慌忙阻住。布大惊曰：“义德何故只要杀我？”张飞叫曰：“曹操道你是无义之人，教我哥哥杀你。”玄德连声喝退，乃引吕布同入后堂，实告前因，就将曹操所送密书与吕布看。布看毕，泣曰：“此乃曹贼欲令二人不和耳。”玄德曰：“兄勿忧，刘备是不为此不义之事。”吕布再三拜谢，备留不饮酒，至晚方回。关张曰：“兄长何故不杀吕布？”玄德曰：“此曹孟德恐我与吕布同谋伐之，故用此计，使我两人自相吞并，比却于中取利。奈何为所使乎？”关公点头道是。张飞曰：“我只要杀此贼以绝后患。”玄德曰：“此非大丈夫之所为也。”次日，玄德送使命回京，就拜表谢恩，并回书与曹操之言容缓图之。使命回见曹操，言玄德不杀吕布之事。操问豫曰：“此计不成，奈何？”豫曰：“又有一计，名曰驱虎吞狼之计。”操曰：“其计如何？”豫曰：“可按令人往袁术楚通问，报说刘备上密表，要掠南郡。术闻之，必怒而攻备，公乃明诏刘备讨袁术。两边相并，吕布必生一心，此驱虎吞狼之计也。”操大喜，先发人往袁术楚，赐驾天子诏，发人往徐州。却说玄德在徐州，闻使命至，出郭迎接，开读诏书，却是要起兵讨袁术。玄德领命，送使者先回。糜竺曰：“此又是曹操之计。”玄德曰：“虽是计，亡命不可为也。”遂点军马，刻日启程。孙乾曰：“可先定守城之人。”玄德曰：“二弟之中，谁人可守？”关公曰：“弟愿守此城。”玄德曰：“吾早晚欲与尔议事，岂可相离？”张飞曰：“小弟愿守此城。”玄德曰：“你守不得此城。你一者酒后刚强，鞭打士卒；二者做事轻易，不从人谏，无不于心。”张飞曰：“弟自今以后，不饮酒，不打军士，诸般听人劝谏便了。”糜竺曰：“只恐口不应心。”飞怒曰：“吾跟哥哥多年，未尝失信，你如何轻料我？”玄德曰：“弟言虽如此，吾终不放心。还请陈元龙辅之，早晚令其少饮酒，勿致失事。”陈登应诺。玄德吩咐了当，乃统马步军3万，离徐州往南阳进发。却说袁术闻说刘备上表，欲吞齐州县，乃大怒曰：“汝乃知袭边据之夫，今折占据大郡，与诸侯同列，吾正欲伐汝，汝却反欲屠我，深为可恨。”乃使上将纪灵起兵10万，杀奔徐州。两军会于盱眙。玄德兵少，依山傍水下寨。那纪灵乃山东人，使一口3尖刀，重50斤。是日引兵出，大骂刘备村夫，安敢轻吾境界？玄德曰：“吾奉天子诏，以讨不臣。汝今赶来相拒，罪不容诛。”纪灵大怒，拍马舞刀，直取玄德。关公大喝曰：“匹夫休得逞强！”出马与纪灵大战，一连30合，不分胜负。纪灵大叫少些，关公便拨马回阵，立于阵前候之。纪灵却遣副将荀正出马。关公曰：“只叫纪灵来，与他决个雌雄。”荀正曰：“汝乃无名下将，非纪将军对手。”关公大怒，直取荀正，交马一合，砍荀正于马下。玄德驱兵杀将过去，纪灵大败，退守淮阴河口，不敢交战，只叫军士来偷营劫寨，皆被徐州兵杀败。两军相拒，不在话下。
却说张飞自宋玄的起身后，一应杂事俱付陈元龙管理，军机大务自家斟酌。一日设宴请各官复席，众人坐定。张飞开言曰：“我兄临去时，吩咐我少饮酒，恐致失事。众官今日尽此一醉，明日都各借酒帮我守城。今日却都要满饮。”言罢，起身与众官把盏，酒至曹豹面前，报曰：“我从天界不饮酒。”飞曰：“厮杀汉如何不饮酒？我要你吃一盏。”豹惧怕，只得饮了一杯。张飞把遍各官，自斟具功，连饮了几十杯，不觉大醉，却又起身与众官把盏。酒至曹豹，豹曰：“某时不能饮矣。”飞曰：“你恰才吃了，如今为何推却？”豹再三不饮，飞醉后19，便发怒曰：“你为我将令，该打100。”便喝军士拿下。陈元龙曰：“玄德公临去时，吩咐你甚来？”飞曰：“你文官，只管文官事，休来管我。”曹豹无奈，只得告求曰：“懿德公，看我女武婿之面，且恕我罢。”飞曰：“你女婿是谁？”豹曰：“吕布是也。”飞大怒曰：“我本不欲打你，你把吕布来贺我，我偏要打你。我打你便是打吕布。”诸人劝不住，将曹豹鞭至50，众人苦苦告饶，方止。席散，曹豹回去，深恨张飞，连夜差人赍书一封，径投小沛见吕布，备说张飞无礼，且云玄德已往淮南，今夜可乘飞醉，引兵来袭徐州，不可错此机会。吕布见书，便请陈宫来议。公曰：“小沛原非久居之地，今徐州既有可乘之隙，失此不取，悔之晚矣。”不从之，随即披挂上马，领500骑先行，使陈宫引大军既进，高顺义随后进发。小沛离徐州只40-50里，上马便到。吕布到城下时，恰才4更，月色澄清，城上更不知觉。布到城门边叫曰：“刘使君有接密使人至。”城上有曹豹军报之曹豹，报上城看之，便令军士开门。吕布一声暗号，众军齐入，喊声大举。张飞正醉卧府中，左右急忙摇醒，报说吕布转开城门，杀将进来了。张飞大怒，慌忙披挂，戳了丈8蛇矛，才出府门。上得马时，吕布军马已到，正与相迎。张飞此时酒犹未醒，不能力战。吕布素知飞勇，亦不敢相逼。18骑燕将保着张飞，杀出东门，玄的家眷在府中，都不及顾了。却说曹豹见张飞只10数护从，又欺他罪，遂引110人赶来。飞见豹，大怒，拍马来迎。战了3合，曹豹败走，飞赶到河边，一枪正刺中曹豹后心，连人带马死于河中。飞于城外招呼士卒，出城者尽随飞投淮南而去。吕布入城安抚居民，令军士100人守把玄的宅门，诸人不许擅入。却说张飞引数10骑，直到盱眙见玄的，据说曹豹与吕布里应外合，夜袭徐州。众皆失色。玄的叹曰：“得何足喜，失何足忧？”关公曰：“嫂嫂安在？”飞曰：“皆陷于城中矣。”玄的默然无语。关公顿足埋怨曰：“你当初要守城时，说甚来？兄长吩咐你甚来？今日城池又失了，嫂嫂又陷了，如何是好？”张飞闻言，惶恐无地，掣剑欲自刎。正是举杯畅饮情何放，拔剑捐身回已迟。不知性命如何，且听下文分解。第15回，太史慈酣斗小霸王，孙伯符大战颜白虎。却说张飞拔剑要自刎，玄德向前抱住，夺剑直地曰：“古人云，兄弟如手足，妻子如衣服。衣服破，尚可缝；手足断，安可续？吾3人桃园结义，不求同生，但愿同死。今虽失了城池家小，安忍叫兄弟中道而亡？况城池本非无有，家眷虽被陷，吕布必不谋害，尚可设计救之。贤弟一时之误，何至惧欲捐生耶？”说罢大哭。关张俱感泣。
且说袁术之吕布袭了徐州，星夜差人至吕布处，许以粮5万斛，马500匹，金银1万两，彩缎1000匹，使夹攻刘备。不喜，令高顺领兵5万袭玄德之后。玄德闻得此信，乘阴雨撤兵，弃盱眙而走，思豫东取广陵。比及高顺军来，玄德已去。高顺与纪灵相见，就所许之物。灵曰：“公且回军，容某见主公祭之。”高顺乃别纪灵回军，见吕布具数纪灵语。布正在迟疑，忽有袁术书至。书意云：高顺虽来，而刘备未除，且待捉了刘备，那时方以所许之物相送。布怒骂袁术失信，欲起兵伐之。陈宫曰：不可。数据寿春，兵多粮广，不可轻敌。不如请玄德还屯小沛，使为我羽翼。他日令玄德为先锋，那时先取袁术，后取袁绍，可纵横天下矣。不听其言，令人赍书迎玄德回。却说玄德引兵东取广陵，被袁术劫寨，折兵大半，回来正遇吕布之使，呈上书札，玄德大喜。关张曰：吕布乃无义之人，不可信也。玄德曰：彼既以好情待我，奈何疑之？遂来到徐州，不恐玄德疑惑，先令人送还家眷。甘糜二夫人见玄德，据说吕布令兵把定宅门，禁诸人不得入，又常使侍妾送物，未尝有缺。玄德谓关张曰：我知吕布必不害我家眷也。乃入城谢吕布。张飞恨吕布，不肯随往，先奉二嫂往小沛去了。玄德入见吕布拜谢。吕布曰：我非欲夺城，因令弟张飞在此嗜酒杀人，恐有失事，故来守之耳。玄德曰：备欲让兄久矣。不假意仍让玄德。玄德立辞，还屯小沛住。关张心中不平。玄德曰：屈身守分，以待天时，不可与命争也。吕布令人送2米断匹，自此两家和好，不在话下。却说袁术大宴将士于寿春，人报孙策征庐江太守陆康，得胜而回。术唤策至，策拜于堂下，问劳已毕，便令侍坐饮宴。原来孙策自父丧之后，退居江南，礼贤下士，后因陶谦与策母舅丹阳太守吴景不和，策乃以母并家属居于曲阿，自己却投袁术。术甚爱之，常叹曰：史术有子如孙郎，死复何恨？因使为怀义校尉，引兵攻荆县，太师祖郎得胜。术见策勇，复使攻陆康，今又得胜而回。当日言散，策归营寨，见术席间相待之礼甚傲，心中郁闷，乃不悦于中庭。因思父孙坚如此英雄，我今沦落至此，不觉余声大哭。忽见一人自外而入，大笑曰：伯父何故如此？尊父在日多曾用我，君若有不觉之事，何不问我？乃自哭耶？策视之，乃丹阳故章人，姓朱，名志，字君礼，孙坚就从事官也。策收泪而言之作曰：策所哭者，恨不能继父之志耳。至曰：君何不告袁公路，借兵往江东，假名救吴景，实图大业，而乃久困于人之下乎？正商议间，一人忽入曰：公等所谋，吾已知之。吾手下有精壮100人，暂助伯服一臂之力。策是其人，乃袁术谋士，汝南系阳人，姓吕，名范，字子恒。策大喜，言作共议。吕范曰：只怕袁公路不肯借兵。策曰：吾有王父留下传国玉玺，以为值当。范曰：公路欲得此久矣，以此相执，必肯发兵。三人计议已定。次日，策入见袁术，哭拜曰：父仇不能报，今母救吴景，又为扬州刺史刘繇所逼，策老母家小皆在曲阿，必将被害。策敢借雄兵数千，渡江救难省亲。孔明公不信，有王父遗下玉玺，全为值当。术闻有玉玺，取而视之，大喜曰：吾非要你玉玺，今且全留在此。我借兵3000，马500匹与你，平定之后，可速回来。你职位卑微，难掌大权。
我表你为折冲校尉舔寇将军，克日领兵便行。策拜谢，遂引军马带领朱治、吕范、就将程普、黄盖、韩当等择日起兵，行至溧阳，见一军道。当先一人资质风流，仪容秀丽，见了孙策，下马便拜。策是其人，乃庐江舒城人，姓周，名瑜，字公瑾。原来孙坚讨董卓之时，移家舒城，与孙策同年，交情甚密，因结为昆仲。策长于2月，予以兄事策。于蜀州上为丹阳太守荆王省卿，到此与策相遇。策见于大喜，素以钟情。于曰：某愿施犬马之力，共图大事。策喜曰：吾得公瑾，大事协矣。便令与朱治、吕范等相见。于谓策曰：吾兄欲计大事，亦知江东有2张乎？策曰：何为2张？于曰：一人乃彭城张昭，字子布；一人乃广陵张宏，字子刚。2人皆有惊天伟地之才，因避乱隐居于此。吾兄何不聘之？策喜，即便令人击礼往聘，据辞不至。策乃亲到其家，与大悦，力聘之2人许允。策遂拜张昭为长史，兼辅军中郎将；张宏为参谋正议校尉，商议攻击刘繇。却说刘繇字正礼，东莱牟平人也，亦是汉室宗亲，太尉刘宠之侄，兖州刺史刘岱之弟，就为扬州刺史，屯于寿春，被袁术赶过江东，故来取阿。当下闻孙策兵至，即聚众将商议。不将张英曰：某领一军屯于牛渚，纵有100万之兵，亦不能进。言未毕，帐下一人高叫曰：某愿为前部先锋。众视之，乃东莱黄县人太史慈也。慈自解了北海之围后，便来见刘繇，犹留于帐下。当日听得孙策来到，愿为前部先锋。犹曰：你年尚轻，未可为大将，只在吾左右听命。太史慈不喜而退。张英领兵至牛渚，积粮10万余氐革。孙策引兵到，张英出营，两军会于牛渚滩上。孙策出马，张英大骂，黄盖便出与张英战。不数合，忽然张英军中大乱，报说寨中有人放火。张英即回军，孙策引军前来，乘势掩杀。张英弃了牛渚，望深山而逃。原来那寨后放火的，乃是2员健将，一人乃九江寿春人，姓蒋，名钦，字公义；一人乃九江下蔡人，姓周，名泰，字幼平。2人皆遭事乱，聚人在扬子江中，劫掠为生。久闻孙策为江东豪杰，能招贤纳士，故特引其党300余人前来相投。策大喜，用为车前校尉，收得牛渚氐革粮食、军器，并将卒4000余人，遂进兵神庭。却说张英败回见刘繇，由怒欲斩之。谋士则荣、薛礼劝勉，使屯兵零陵城拒敌。由自领兵于神庭岭南下营，孙策于岭北下营。策问土人曰：径山有汉光武庙否？土人曰：有庙在岭上。策曰：吾夜梦光武召我相见，当往其之。长史张昭曰：不可，岭南乃刘繇寨，倘有伏兵，奈何？策曰：神人诱我，吾何惧焉？遂披挂绰枪上马，引程普、黄盖、韩当、蒋钦、周泰等共13骑出寨上岭，到庙焚香。下马参拜已毕，策向前跪祝曰：若孙策能于江东立业，复兴故父之基，即当重修庙宇，40祭祀。入毕，出庙上马，回顾众将曰：吾欲过岭，探看刘繇寨山。诸将皆以为不可。策不从，遂同上岭，南望村林。早有俘虏小军飞报刘繇，由曰：此必是孙策诱敌之计，不可追之。太史慈踊跃曰：此时不捉孙策，更待何时？遂不候刘繇将令，径自披挂上马，绰枪出营，大叫曰：有胆气者都跟我来！诸将不动，唯有一小将曰：太史慈真猛将也，无可助之，拍马同行。众将皆笑。却说孙策看了半晌，方使回马，正行过岭，只听得岭上叫：孙策休走！
策回头视之，见2匹马飞下岭来。策将13骑一齐摆开，策横枪立马于岭下待之。太史慈高叫曰：“那个是孙策。”策曰：“你是何人？”答曰：“我便是东来太史慈也，特来捉孙策。”策笑曰：“指我便是。你2个一齐来并我一个，我不惧你。我若怕你，非孙伯符也。”慈曰：“你便众人都来，我亦不怕。”纵马横枪，直取孙策。策挺枪来迎，两马相交，战50合，不分胜负。程普等暗暗称奇。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而渗漏，乃扬书诈败，引孙策赶来。慈却不由就路上岭，径转过山背后。策赶到，大喝曰：“走得不算好汉！”慈心中自忖：这厮有12从人，我只一个，便活捉了他，也被众人夺去。再引一程，叫这厮没寻处，方好下手。于是且战且走。策哪里肯舍，一直赶到平川之地。慈都回马再战，又到50合。策一枪搠去，慈闪过，挟住枪；慈也一枪搠去，策亦闪过，挟住枪。2个用力只一拖，都滚下马来。马不知走得哪里去了。2个弃了枪，揪住厮打，战袍扯得粉碎。策手快，撤了太史慈背上的短戟，慈亦撤了策头上的兜鍪。策拔戟来刺慈，慈把兜鍪遮架。忽然喊声后起，乃刘繇接应军到来，约有1000余。策正慌急，程普等12骑亦冲到，策与慈方才放手。慈于军中讨了1匹马，取了枪，上马复来。孙策的马却是程普收得，策亦取枪上马。刘繇1000余军和程普等12骑混战，逶迤杀到神亭岭下。喊声齐楚，周瑜领军来到。刘繇自引大军杀下岭来。时近黄昏，风雨暴至，两下各自收军。次日，孙策引军到刘繇营前，刘繇引军出营。两阵远处，孙策把枪挑太史慈的小戟于阵前，令军士大叫曰：“太史慈若不是走得快，已被刺死了。”太史慈亦将孙策兜鍪挑于阵前，也令军士大叫曰：“孙策头已在此！”两军呐喊，这边夸胜，那边道强。太史慈出马，要与孙策决个胜负，策遂欲出。程普曰：“不须主公劳力，某自擒之。”程普出到阵前，太史慈曰：“你非我之敌手，只叫孙策出马来。”程普大怒，挺枪直取太史慈。两马相交，战到30合，刘繇及鸣金收军。太史慈曰：“我正要捉拿贼将，何故收军？”刘繇曰：“人报周瑜领军袭取曲阿，有庐江松滋人陈武、字子烈接应周瑜入去。吾家基业已失，不可久留，速往秣陵，会薛礼、泽荣军马，即来接应。”太史慈跟着刘繇退军，孙策不敢收住人马。长史张昭曰：“彼军被周瑜袭取曲阿，无恋战之心，今夜正好结营。”孙策然之，当夜分军5路，长驱大进。刘繇军兵大败，众皆4分5落。太史慈独立难当，引10数骑连夜投荆县去了。却说孙策又得陈武为辅，其人身长7尺，面黄金翅，形容古怪。策甚敬爱之，拜为校尉，始作先锋，攻薛礼。武引10数骑屠入阵去，斩首级50余颗。薛礼闭门不敢出。策正攻城，忽有人报刘繇会合泽荣去取牛渚。孙策大怒，自提大军进奔牛渚。刘繇、泽荣2人出马迎敌。孙策曰：“吾今到此，你如何不降？”刘繇背后一人挺枪出马，乃不将于米也，与策战不3合，被策生擒过去，拨马回阵。由将樊能见捉了于米，挺枪来赶。那枪刚搠到策后心，策阵上军士大叫，背后有人暗揪。策回头，忽见樊能马到，乃大喝一声，声如巨雷。樊能惊骇，倒翻身撞下马来，破头而死。策到门旗下，将于弥丢下，已被挟死。一霎时挟死一将，喝死一将，自此人皆呼孙策为小霸王。
当日刘繇兵大败，人马大半将侧，侧斩首万余。刘繇与泽荣走豫章投刘表去了。孙策还兵复攻秣陵，亲到城壕边，招谕薛礼投降。城上暗放一冷箭，正中孙策左腿，翻身落马。众将急救起，还迎拔剑，以金疮药敷之。策令军中诈称主将中箭身死，军中绝哀，拔寨齐起。薛礼听知孙策已死，连夜起城内之军，与骁将张英、陈恒杀出城来追之。忽然伏兵四起，孙策当先出马，高声大叫曰：“孙郎在此！”众军皆惊，尽弃枪刀，败于地下。策令休杀一人。张英拨马回走，被陈武一枪刺死。陈恒被蒋钦一箭射死。薛礼死于乱军中。策入秣陵，安集居民，移兵至金县来捉太史慈。却说太史慈招的精壮2000余人，并所部兵，正要来与刘繇报仇。孙策与周瑜商议活捉太史慈之计，瑜令三面攻陷，只留东门放走，离城25里，三路各伏一军。太史慈到哪里，人马困乏，必然被擒。原来太史慈所招军大半是山野之民，不安纪律。金县城头，虎不甚高。夜孙策命陈武短一持刀，首先爬上城放火。太史慈见城上火起，上马头东门走，背后孙策引军赶来。太史慈正走，后军赶至30里，却不赶了。太史慈走了50里，人困马乏，芦苇之中，喊声呼起。慈即带走2下里绊马索骑来，将马绊翻了，生擒太史慈，解投大寨。策知解到太史慈，亲自出迎喝散士卒，自恃其福，将自己锦袍一只，擒入寨中，谓曰：“吾之子亦真丈夫也。刘繇蠢备，不能用为大将，以致此败。”慈见策待之甚厚，遂请降。策执此首笑曰：“神庭相战之时，若攻破我，还相害否？”慈笑曰：“未可知也。”策大笑，请入帐，邀之上座，设宴款待。慈曰：“刘军心魄，士卒离心，某欲自往收拾于众，以助民功，不是能相信否？”策起谢曰：“此诚策所愿也。”今与公曰：“明日日中，望公来还。”慈应诺而去。诸将曰：“太史慈此去必不来矣。”策曰：“子亦乃信义之士，必不卑我。”众皆未信。次日，立竿于营门以后日饮。恰将日中，太史慈引1000余众到寨。孙策大喜，众皆服策之人。于是孙策聚数万之众，下江东，安民蓄众，投者无数。江东之民皆呼策为孙郎。但闻孙郎兵至，皆丧胆而走。及策军到，并不许一人掳掠，鸡犬不惊，人民皆悦，鸡牛9到寨犒军。策以金帛答之，欢声片野。其刘繇救军，愿从军者听从，不愿为军者给赏归农。江南之民无不仰颂，由是兵势大盛。策乃引母叔诸弟俱归取阿，使弟孙权与周太守宣城。策领兵南取吴郡。时有颜白虎，自称东吴的王据吴郡，遣部将守住乌城、嘉兴。当日白虎闻策兵至，令弟颜瑜出兵，会于枫桥。瑜横刀立马于桥上，有人报入中军，策便欲出。张宏谏曰：“夫主将乃三军之所系命，不宜轻敌小寇，愿将军自重。”策谢曰：“先生之言如金石，但恐怖轻冒矢石，则将士不用命耳。”遂请韩当出马。比及韩当到桥上时，蒋钦、陈武早驾小舟从河岸边杀过桥来，乱箭射倒岸上军，2人飞身上岸砍杀，颜瑜退走。韩当引军直杀到昌门下，贼退入城里去了。策分兵水陆并进，围住吴城，一困3日，无人出战。策引众军到昌门外招谕，城上一员皮将，左手托定护梁，右手指着城下大骂。太史慈就马上拈弓取箭，故军将曰：“看我射中这厮左手。”说声未绝，弓弦响处，果然射个正中，把那将的左手射透，反牢钉在护梁上。
城上城下见者，无不喝彩。众人就这人下城。白虎大惊曰：“彼君有如此人，安能敌乎？”遂商量求和。次日，使颜瑜出城来见孙策。策请瑜入帐饮酒，酒酣，问瑜曰：“令兄意欲如何？”瑜曰：“欲与将军平分江东。”策大怒曰：“蜀辈安敢与吾相等？”命斩颜瑜。瑜拔剑起身，策飞剑砍之，应手而倒，割下首级，令送入城中。白虎料敌不过，弃城而走。策进兵追袭，黄盖攻取嘉兴，太史慈攻取乌城，数州皆平。白虎奔余杭，余路劫掠，被土人林操领乡人杀败，望会稽而走。林操父子二人来接孙策，策使为从征校尉，遂同引兵渡江。沿白虎拒寇，分布于西津渡口。程普与战，复大败之，连夜赶到会稽。会稽太守王朗欲引兵救白虎，忽一人出曰：“不可。”孙策用仁义之师，白虎乃暴虐之众，还疑擒白虎以献孙策。朗视之，乃会稽余姚人，姓于，名藩，字仲祥，见为俊吏。朗怒斥之，藩长叹而出。朗遂引兵会合白虎，同陈兵于山阴之野。两阵对圆，孙策出马，谓王朗曰：“吾新人义之兵来安浙江，汝何故助贼？”朗骂曰：“汝贪心不足，既得吴郡，而又强并无界，今日特与颜氏报仇。”孙策大怒，正待交战，太史慈早出，王朗拍马舞刀，与慈战。不数和朗将周兴，杀出助战。孙策阵中黄盖、飞马皆助周兴交锋，两下鼓声大震，互相鏖战。忽王朗阵后先乱，一彪军从背后抄来。朗大惊，即回马来迎，原来是周瑜与程普引军次协杀来，前后来攻。王朗寡不敌众，与白虎、周兴杀条血路，走入城中，拽起吊桥，坚壁城门。孙策大军乘势赶到城下，分布众军，四门攻打。王朗在城中见孙策攻城甚急，欲再出兵决一死战。言白虎曰：“孙策兵势甚大，足下只宜深沟高垒，坚壁勿出。不消1月，彼军粮尽，自然退走。那时乘虚掩之，可不战而破也。”朗依其意，乃固守会稽城而不出。孙策一连攻了数日，不能成功，乃与众将计议。孙敬曰：“王朗复固守城，南可卒拔，会稽钱粮大半屯于茶渎，其地离此数十里，莫若以兵先据其内，所谓攻其无备，出其不意也。”策大喜曰：“孰复妙用，足破贼人矣。”即下令于各门燃火，须张旗号，设为疑兵，连夜撤为南去。周瑜进曰：“主公大兵一起，王朗必然出城来赶，可用骑兵胜之。”策曰：“吾今准备了，取城只在今夜。”遂令军马起行。却说王朗闻报孙策军马退去，自引众人来敌楼上观望，见城下烟火并起，旌旗不杂，心下迟疑。周兴曰：“孙策走矣，特设此计以疑我耳，可出兵袭之。”言白虎曰：“孙策此去，莫非要去茶渎？我令步兵与周将军追之。”朗曰：“茶渎是我屯粮之所，正须提防。如引兵先行，吾随后接应。”白虎与周兴领5000兵出城追赶，将近出更，离城20余里，忽密林里一鼓响，火把齐鸣。白虎大惊，便勒马回走。一将当先拦住，火光中视之，乃孙策也。周兴舞刀来迎，被策一枪刺死。余众皆降。白虎杀条血路，望余杭而走。王朗听知前军已败，不敢入城，引部下奔逃海隅去了。孙策复回大军，乘势取了城池，安定人民。不隔1日，只见一人将着沿白虎首级来孙策军前头献。策视其人，身长8尺，面方口阔。问其姓名，乃会稽余姚人，姓董，名袭，字元代。策喜，命为别部司马。自是东路皆平，令叔孙敬守之，令朱志为吴郡太守，收军回江东。却说孙权与周太守宣城
呼山贼窃发，四面杀至。时值更深，不及抵敌，太抱拳上马。贼用刀来砍，太赤体不行，提刀杀贼，砍杀10余人。随后一贼跃马挺枪直取周泰，被太扯住枪，拖下马来，夺了枪马，杀条血路，救出孙权。余贼远遁，周泰身被12枪，金疮发胀，命在须臾。策闻之大惊，帐下董袭曰：“某曾与海寇相持，身遭数枪，得会稽一个贤俊立于藩建议医者半月而愈。”策曰：“于藩莫非于众降乎？”袭曰：“然。”策曰：“此贤士也，我当用之。”乃令张昭与董袭同往聘请于藩。藩至，策有礼相待，拜为公曹，因言及求医之意。藩曰：“此人乃沛国谯郡人，姓华，名佗，字元化，真当世之神医也，当引之来见。”不一日引至，策见其人，童颜鹤发，飘然有出世之姿，乃代为上宾，请示周太疮。佗曰：“此亦是耳。”投之以药，1月而愈。策大喜，后谢华佗，遂进兵杀除山贼，江南皆平。孙策分拨将士，手把各处隘口，一面写表申奏朝廷，一面结交曹操，一面使人致书与袁术取玉玺。却说袁术暗有称帝之心，乃回书推脱不还，即据长史杨大将、都督张勋、纪灵、乔蕤、上将雷宝、陈兰等30余人，商议曰：“孙策借我军马起事，今日进得江东地面，乃不思报本，而反来所喜，殊为无礼。当以何策图之？”长史杨大将曰：“孙策据长江之险，兵精粮广，未可图也。今当先伐刘备，以报前日无故相攻之恨，然后图取孙策未迟。某献一计，使备即日就擒。正是不去江东图虎豹，却来徐郡斗蛟龙。不知其计若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”第16回，吕奉先设计辕门，曹孟德拜师御水。却说杨大将献计欲攻刘备，袁术曰：“计将安出？”大将曰：“刘备军屯小沛，虽然易取，奈吕布虎踞徐州，前次许他金帛良马，至今未与，恐其助备，今当令人送与粮食，以结其心，使其按兵不动，则刘备可擒。先擒刘备，后图吕布，徐州可得也。”术喜，便具粟20万斛，令韩应击秘书往见吕布。吕布甚喜，重待韩应。应回告袁术，术遂遣纪灵为大将，雷布、陈兰为副将，统兵数万，进攻小沛。许恩德闻知此信，聚众商议。张飞要出战，孙乾曰：“今小沛两寡兵围，如何抵敌？可修书告急于吕布。”张飞曰：“那厮如何肯来？”许恩德曰：“甘之言善。”送修书于吕布，书略曰：“夫子将军垂念，今备于小沛容身，实拜云天之德。今袁术欲报私仇，遣纪灵领兵到县，亡在旦夕，非将军莫能救。望屈一旅之师，以救道玄之急，幸甚幸甚。”吕布看了书，与陈宫计议曰：“前者袁术送粮致书，盖欲使我不救玄德也。今玄德又来求救，吾想玄德屯军小沛，未必遂能为我害。若袁术并了玄德，则北连泰山诸将以图我，我不能安枕以不若救玄德。”遂点兵启程。却说纪灵起兵长驱大进，已到沛县东南，扎下营寨。昼列旌旗，遮映山川，夜设火鼓，震崩天地。玄德县中只有5000余人，也只得勉强领兵出县，布阵安营。忽报吕布引军离县1里，西南上扎下营寨。纪灵知吕布领兵来救刘备，即令人致书于吕布，责其无信。布笑曰：“我有一计，使袁、刘两家都不怨我。”乃发使往纪灵、刘备寨中，请2人饮宴。许恩德闻布相请，即便欲往。关张曰：“兄长不可去，吕布必有异心。”许恩德曰：“我待彼不薄，彼必不害我。”遂上马而行。关张随往，到吕布寨中，入见。
不曰吾今特解公之为，翌日得志，不可相忘。玄德称谢，不请玄德坐。关张按剑于立于背后，人报纪灵道：玄德大惊，欲避之。不曰吾特请你二人来会议，务得生疑。玄德未知其意，心下不安。纪灵下马入寨，却见玄德在帐上坐，大惊，抽身便回，左右留之不住。吕布向前一把扯回，如提同至。灵曰：将军欲杀纪灵耶？不曰：非也。灵曰：莫非杀大耳而乎？不曰：亦非也。灵曰：然则为何？不曰：玄德与不乃兄弟也，今为将军所困，故而救之。灵曰：若此则杀灵也。不曰：吾有此理。不平生不好斗，唯好解斗。吾今为两家解之。灵曰：请问今日解之之法？不曰：吾有一法，从天所决。乃拉灵入帐与玄德相见，二人各怀一计，不乃居中坐，使灵居左，备居右，且叫设宴行酒。酒行数巡，不曰：你两家看我面上，俱各罢兵。玄德无语。灵曰：吾奉主公之命，提10万之兵，专捉刘备，如何罢得？张飞大怒，拔剑在手，叱曰：吾虽兵少，去汝备如儿戏耳。你比100万黄金何如？你敢伤我哥哥？关公即止之曰：且看吕将军如何主意，那时各回营寨厮杀未迟。吕布曰：我请你两家解斗，须不教你厮杀。这边纪灵不忿，那边张飞只要厮杀，不大怒，叫左右举我戟来，不提画戟在手。纪灵、玄德尽皆失色。不曰：我劝你两家不要厮杀，尽在天命。令左右接过画戟，去辕门外远远插定。乃回顾纪灵、玄德曰：辕门离中军150步，吾若一箭射中戟上小枝，你两家罢兵，如射不中时，各自回营安排厮杀。有不从吾言者，并力拒之。纪灵思忖，戟在150步之外，安能辨中？且落得应允，待其不中，那时凭我厮杀。便一口许没。玄德自无不允。不都叫做再各饮一杯酒。酒毕，不叫取弓箭来。玄德按住曰：只愿他射得中便好。只见吕布挽起袍袖，搭上箭，扯满弓，叫一声着。正是弓开如秋月行天，箭去似流星落地，一箭正中画戟小枝。帐上帐下将校齐声喝彩。后人有诗赞之曰：温侯神射世间稀，曾向辕门独解围。落日果然气候异，浩园直欲胜游击。虎惊弦响弓开楚，雕羽麟飞剑到时。豹子尾摇穿画戟，雄兵10万脱征衣。当下吕布射中画戟小枝，呵呵大笑，直弓于地，直纪灵、玄德之首曰：此天令你两家罢兵也。喝叫军士斟酒来，各饮一大弓。玄德暗称惭愧。纪灵默然半晌，告布曰：将军之言，不敢不听。奈纪灵回去，主人如何肯信？布曰：吾自作叔父之辩了。酒又数巡，纪灵求书先回。布谓玄德曰：非我则公为矣。玄德拜谢，与关张回。次日，3楚军马都散。不说玄德入小沛，吕布归徐州。却说纪灵回淮南见袁术，说吕布辕门射戟解和之事，呈上书信。袁术大怒曰：吕布授吾许多粮米，凡以此儿戏之事，偏护刘备，吾当自提重兵，兴征刘备，兼讨吕布。纪灵曰：主公不可造次。吕布勇力过人，兼有徐州之地，若不与备首尾相连，不易图也。灵闻不期言氏有一女，年已及笄。主公有一子，可令人求亲于布。布若嫁女于主公，必杀刘备。此乃叔不兼亲之计也。袁术从之，即日遣韩印为媒，积礼物往徐州求亲。印到徐州见布，称说主公仰慕将军，欲求令爱为儿妇，永结秦晋之好。布入谋于妻严氏。原来吕布有2妻1妾，先娶严氏为正妻，后娶貂蝉为妾，及居小沛时，又娶曹豹之女为次妻。
曹氏先王无出，貂蝉亦无所出，唯严氏生一女，不最钟爱。当下严氏谓不曰：吾闻元公路久镇淮南，兵多粮广，早晚将为天子。若成大事，则吾女有后妃之望，只不知他有几子。不曰只有一子。妻曰：既如此，即当许之。纵不为皇后，吾徐州亦无忧矣。不义遂决，后款韩印，许了亲事。韩印回报袁术，术即被聘礼，仍令韩印送至徐州。吕布受了，设席相待，留于馆驿安歇。次日，陈宫进往馆驿内拜望韩印，讲礼毕，坐定。公乃斥退左右，对应曰：谁献此计？教元公与奉先联姻，意在取刘玄德之头乎？应失惊，启切曰：启公台勿谢。公曰：吾自不谢，只恐其事若迟，必被他人识破，是将终变。应曰：然则奈何？愿公教之。公曰：吾见奉先，使其即日送女就亲，何如？应大喜，称谢曰：若如此，元公感佩明德不浅矣。公遂辞别韩印，入见吕布曰：闻公女许嫁元公路，甚喜，但不知于何日结亲。布曰：上容徐议。公曰：古者自受聘至成婚之期，各有定例，天子1年，诸侯半年，大夫1季，庶民1月。布曰：元公路天赐国宝，早晚当为帝，今从天子例，可乎？公曰：不可。布曰：然则仍从诸侯例。公曰：亦不可。布曰：然则将从卿大夫例矣。公曰：亦不可。布笑曰：公岂欲无一庶民例耶？公曰：非也。不曰：然则公意欲如何？公曰：方今天下诸侯互相争雄，今公与元公路结亲，诸侯保无有嫉妒者乎？若复远则及其，或进城我良臣，伏兵半路以夺之，如之奈何？为今之计，不许变休，既已许之，当趁诸侯未知之时，即便送女到寿春，另居别馆，然后择吉成亲，万无一失也。不喜曰：公台之言甚当。遂入告严氏，连夜具办庄帘，收拾宝马香车，令送献，魏续一同韩印送女前去。鼓乐喧天，送出城外。时陈元龙之父陈规养老在家，闻鼓乐之声，遂问左右。左右告已故。规曰：此乃叔不兼亲之计也。玄德为矣。遂伏病来见吕布。布曰：大人何来？规曰：闻将军死，故特来吊丧。布惊曰：何出此言？规曰：前者元公路以金帛送公，欲杀刘玄德，而公以设计解之，今忽来求亲，其意盖欲以公女为职，随后就来攻玄德而取小沛。小沛亡，徐州为矣。且彼或来借粮，或来借兵。公若应之，是疲于奔命，而又结怨于人；若其不允，是弃亲而起兵端也。况闻袁术已有称帝之意，是造反也。彼若造反，则公乃反贼亲属矣，得无为天下所不容乎？布大惊曰：臣公误我。即令张辽引兵追赶之，30里之外将女抢归，连韩印都拿回监禁，不放归去。却令人回复袁术，只说女儿庄帘未备，4备必便自送来。陈规又说吕布使解韩印赴许都，不犹豫未决。忽人报玄德在小沛招军买马，不知何意。布曰：此为将者本分事，何足为怪？正话间，宋宪、魏续至，告布曰：我2人奉明公之命，往山东买马，买得好马300余匹。回至沛县界首，被强寇劫去一半，打听的是刘备之弟张飞，诈装山贼，抢劫马匹去了。吕布听了大怒，随即点兵往小沛，来攻张飞。玄德闻之大惊，慌忙引军出营。两阵远处，玄德出马曰：兄长何故领兵到此？不止骂曰：我辕门射戟，救你大难，你何故夺我马匹？玄德曰：备因缺马，令人四下收买，安敢夺兄马匹？布曰：你便使张飞夺了我好马150匹，尚自抵赖。张飞挺枪出马曰：是我夺了你好马。
你今待怎么？不骂曰：还眼贼！你累次藐视我。非曰：我夺你马，你便恼；你夺我哥哥的徐州，便不说了。不挺己出马来战张飞，飞亦挺枪来迎。两个酣战100余合，未见胜负。玄德恐有疏失，即鸣金收军入城。吕布分军四面为定。玄德唤张飞责之曰：都是你夺他马匹，惹起事端。如今马匹在何处？飞曰：都系在各寺院内。玄德遂令人出城，至吕布营中说情，愿送还马匹，两相罢兵。不欲从之。陈宫曰：今不杀刘备，久后必为所害。不听之，不从所请，攻城欲急。玄德与糜竺、孙乾商议。孙乾曰：曹操所恨者，吕布也。不若弃城走许都，投奔曹操，借军破布，此为上策。玄德曰：谁可当先破围而出？飞曰：小弟情愿死战。玄德令飞在前，云长在后，自居其中，保护老少。当夜3更，乘着月明出北门而走，正欲送线，未续被义的一阵杀退，得出重围。后面张辽赶来，关公敌住。吕布见玄德去了，也不来赶，随即入城安民，令高顺守小沛，自己仍回徐州去了。却说玄德前奔许都，到城外下寨，先使孙乾来见曹操，言被吕布追破，特来相投。操曰：玄德与吾兄弟也，便请入城相见。次日，玄德留关张在城外自带孙乾、糜竺入见操。操待以上宾之礼。玄德备诉吕布之事。操曰：不乃无义之辈，吾与贤弟并力诛之。玄德称谢。操设宴相待，至晚送出。荀彧入见曰：刘备英雄也，今不早图，后必为患。操不答。欲出，郭嘉入。操曰：荀彧劝我杀玄德，当如何？嘉曰：不可。主公兴义兵，为百姓除暴，为仗信义以昭俊杰，犹惧其不来也。今玄德素有英雄之名，以困穷而来投，若杀之，是害贤也。天下智谋之事，闻而自疑，将裹足不前。主公与谁定天下乎？夫除一人之患，以阻四海之望，安危之机，不可不察。操大喜曰：君言正合吾心。次日，即表见刘备领豫州牧。程昱见曰：刘备终不为人之下，不如早图之。操曰：方今正用英雄之时，不可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，此郭奉孝与吾有同见也。遂不听预言，以兵3000，粮万斛，送与玄德，使往豫州到任，进兵屯小沛，召集援散之兵，攻吕布。玄德至豫州，令人约会曹操。操正欲起兵，自往征吕布，忽刘兴马报说张继自关中引兵攻南阳，为刘石所中而死。继侄张绣统其众，用贾诩为谋士，结连刘表屯兵宛城，欲兴兵犯缺夺驾。操大怒，欲兴兵讨之，又恐吕布来攻许都，乃问计于荀彧。彧曰：此亦是耳。吕布无谋之辈，见利必喜，明公可遣使往徐州，加官赐赏，令与玄德解和。不喜，则不思远图矣。操曰：善。遂差奉军都尉王泽机关告病和解书，往徐州去讫，一面起兵50万，亲讨张绣。分军3路而行，以夏侯惇为先锋。骏马至豫水下寨。贾诩劝张绣曰：操兵势大，不可与敌，不如举城投降。张绣从之，使贾诩至操寨通款。操见许应对如流，甚爱之，欲用为谋士。许曰：某袭从李榷，得罪天下，今从张绣，言听计从，未忍弃之，乃辞去。次日，引绣来见操，操待之甚厚。引兵入宛城屯扎，余军分屯城外寨山联络10余里，一住数日。绣每日设宴请操。一日操醉，退入寝所，思问左右曰：此城中有妓女否？操之兄子曹安民知操意，乃密对曰：昨晚小侄儿窥见馆舍之侧，有一妇人，生得十分美丽。问之，即绣熟张继之妻也。操闻言，便令安民领50甲兵往取之。
须臾取到军中。操见之，果然美丽。问其姓名，复答曰：“妾乃张继之妻邹氏也。”操曰：“夫人是无否？”邹氏曰：“久闻丞相威名，今系幸得瞻拜。”操曰：“吾为夫人，故特纳张绣之将，不然灭族矣。”邹氏拜曰：“实感再生之恩。”操曰：“今日得见夫人，乃天幸也。今宵愿同枕席，随吾还都安享富贵，何如？”邹氏拜谢。是夜共宿于帐中。邹氏曰：“久住城中，袖必生疑，亦恐外人议论。”操曰：“明日同夫人寨中去住。次日宜于城外安歇，换点为旧中军帐房外宿卫。他人非奉呼唤，不许折入，因此内外不通。”操每日与邹氏取乐，不想归期。张绣家人密报绣，绣怒曰：“操贼入我太甚！”便请贾诩商议。许曰：“此事不可泄露，来日等操出帐议事，如此如此。”次日，操在帐中，张绣入告曰：“新将兵多有逃亡者，起疑屯中军。”操许之，绣乃疑屯其军，分为4寨，克其举事。因为典为勇猛，急切难进，乃与偏将胡车儿商议。那胡车儿力能负500斤，日行700里，亦一人也。当下献计于绣曰：“典为之可畏者，双铁戟耳。主公明日可请他来吃酒，使尽醉而归。”那时某便混入他跟来军士数内，偷入帐房，盗其戟，此人不足畏矣。绣甚喜，预先准备弓箭甲兵，告示各寨。至其令贾诩致意请典为到寨，殷勤待酒。至晚醉归，胡车儿杂在众人队里，直入大寨。是夜曹操于帐中与邹氏饮酒，忽听帐外人言马嘶，操使人观之。回报是张绣军夜巡，操乃不疑。时近2更，忽闻寨后呐喊，报说草车上火起。操曰：“军中失火，勿得惊动。”须臾，四下离火起，操使着忙，即唤典为方醉卧，睡梦中听得金鼓喊杀之声，便跳起身来，却寻不见了双戟。时敌兵已到辕门，为急撤不足腰刀在手。只见门首无数军马各挺长枪，抢入寨来。为奋力向前，砍死20余人。军马方退，步军又到，两边枪如尾裂。为身无片甲，上下被数十枪，兀自死战。刀砍缺不堪用，为即弃刀，双手提着2个军人迎敌，及死者8、9人。群贼不敢近，只远远以箭射之。箭如骤雨，唯有死据寨门。争奈寨后贼军已入，为背上又中1枪，乃大叫数声，血流满地而死。死了半晌，还无一人敢从前门而入者。却说曹操赖典为当住寨门，乃得从寨后上马逃奔，只有曹安民不随。操右臂中了1箭，马翼中了3箭。会的那马是大宛良马，熬得痛，走得快。刚刚走到玉水河边，贼兵追至，安民被砍为肉泥。操急奏马冲拨过河，才上得岸，贼兵一箭射来，正中马眼，那马扑地倒了。操长子曹昂即以己所乘之马奉操。操上马急奔，曹昂却被乱箭射死。操乃走脱，路逢诸将，收集残兵。时夏侯惇所领青州之兵，乘势下乡，劫掠民家，平虏校尉于禁，即将本部军于路绞杀，安抚乡民。青州兵走回，迎操弃败于地，言于禁造反，赶杀青州军马。操大惊。须臾，夏侯惇、许褚、李典、乐进都到。操言于禁造反，可整兵迎之。却说于禁见操等俱到，乃引军设驻阵脚，凿堑安营。告之曰：“青州军言将军造反，今丞相已到，何不分辨？乃先立营寨耶？”于禁曰：“今贼追兵在后，不时急至，若不先准备，何以拒敌？分辨小事，退敌大事。”安营方毕，张绣军2路杀至。于禁身先出寨迎敌，绣即退兵。左右诸将见于禁向前，各引兵击之，绣军大败，追杀100余里。绣是穷力孤，引败兵投刘表去了。
曹操收军点将，于禁入见，被言青州之兵肆行劫掠，大失名望，某不杀之。操曰：不告我，先下寨何也？晋以前言对。操曰：将军在匆忙之中，能整兵坚垒，任棒任劳，使反败为胜，虽古之名将，何以加资？乃赐以金器一副，封益寿亭侯，卿夏侯惇治兵不严之过，又设计祭典为。操亲自哭而奠之，故谓诸将曰：吾者长子，爱侄，俱无身痛，独豪气典为也。众皆感叹。次日下令班师。不说曹操还兵许都，且说王泽基诏至徐州，不迎接入府，开读诏书，封部为平东将军，特赐印绶。又出操私书，王泽在吕布面前，即道曹公相敬之意。布大喜，忽报袁术遣人至，不唤入问之。使言袁公早晚即皇帝位，立东宫，催娶皇妃，早到淮南。布大怒曰：反贼焉敢如此！遂杀来使，将韩印用家丁了，遣陈登基谢表，解韩印一同王泽上许都来谢恩，且答书于操，欲求实授徐州牧。操之不觉昏袁术，大喜，遂斩韩印于市曹。陈登密见操曰：吕布豺狼也，勇而无谋，轻于去就，以早图之。操曰：吾素知吕布狼子野心，诚难久养。非公父子莫能救其情，公当与吾谋之。登曰：丞相若有举动，某当为内应。操大喜，表赠陈规至众2000石，登为广陵太守。登辞回，操执登手曰：东方之事，便已相负。登点头允诺，回徐州见吕布。布问之，登言复赠禄，某为太守。布大怒曰：汝不为吾求徐州牧，而乃自求绝路。汝父教我协同曹公，绝昏公路，今无所求，终无疑惑，而汝父子俱各显贵，吾为汝父子所卖耳。遂拔剑欲斩之。登大笑曰：将军何其不明之甚也！布曰：吾何不明？登曰：吾见曹公言养将军譬如养虎，当保其肉，不保则将是人。曹公笑曰：不如轻言。吾待温侯，如养婴儿，狐兔未习，不敢先保。鸡则为用，保则扬去。某问谁为狐兔？曹公曰：淮南袁术，江东孙策，冀州袁绍，荆州刘表，益州刘璋，汉中张鲁，皆狐兔也。不直见笑曰：曹公知我也。正说话间，忽报袁术军来取徐州。吕布闻言失惊。正是秦晋未协吴越斗，婚姻惹出甲兵来。毕竟后事如何？且看下文分解。第17回，袁公路大起7军，曹孟德会合3江。却说袁术在淮南，地广粮多，又有孙策所执玉玺，遂私建称帝号。大会群下议曰：习汉高祖不过4上一庭长，而有天下，今历年400，气数已尽，海内鼎沸。吾家4世3公，百姓所归，吾欲应天顺人，正位95，而众人以为如何？主不言，相曰：不可。袭周后继积德累功，至于文王，3分天下有其2，有以服事殷。明公家世虽贵，未若有周之盛；汉室虽为，未若殷纣之暴也。此事绝不可行。术怒曰：吾原幸出于臣，臣乃大顺之后，以土成火，正应其运。又称云：待汉者，当图高也。吾自公路，正应其称。又有传国玉玺，若不为君，背天道也。吾意已决，多言者斩。遂建号众士，立台省等官，乘龙凤辇，祀南北郊，立冯方女为后，立子为东宫。因命使崔娶吕布之女为东宫妃。却闻不以将韩印解赴许都，为曹操所斩，乃大怒，遂拜张勋为大将军，统领大军20余万。分7路征徐州，第1路大将张勋居中，第2路上将乔蕤居左，第3路上将陈纪居右，第4路副将雷薄居左，第5路副将陈兰居右，第6路将江韩先居左，第7路将江阳凤居右。各领部下健将，左克右寸日起行。命兖州刺史金尚为太尉，兼运7路钱粮。
上不从，数杀之，以纪灵为7路都救应使。数自引军3万，使李丰、梁刚、岳就为崔进使，接应7路之兵。吕布使人探听的张勋一军从大路进取徐州，乔蕤一军取小沛，陈济一军取宜都，雷宝一军取琅琊，陈兰一军取碣石，韩先一军取下邳，杨凤一军取郡山。7路军马日行50里，余路劫掠将来，乃及赵仲谋士商议，陈宫与陈规父子俱至。陈宫曰：徐州之祸，乃陈规父子所招，昧朝廷以求绝路，今日疑惑于将军，可斩2人之头献袁术，其军自退。不听其言，即命擒下陈规、陈登。陈登大笑曰：何如是之莫也？吾观7路之兵，如7堆腐草，何足介意？不曰：汝若有计破敌，免汝死罪。陈登曰：将军若用渔夫之言，徐州可保无虞。不曰：是言之。登曰：戍兵虽众，皆乌合之师，素不轻信。我以正兵守之，出其兵胜之，无不成功。更有一计，不止保安徐州，并可生擒袁术。不曰：即将安出？登曰：韩先、杨凤乃汉旧臣，因惧曹操而走，无家可依，战归袁术，术必轻之，彼亦不乐为术用。若平齿书节为内应，更连刘备为外合，必擒袁术矣。不曰：汝须亲到韩先、杨凤处下书。陈登允诺，不乃发表上许都，并致书与豫州，然后令陈登引数骑，先于下邳道上后韩先。先引兵至，下寨壁，登入见。先问曰：汝乃吕布之人，来此何干？登笑曰：某为大汉公卿，何谓吕布之人？若将军向为汉臣，今乃为叛贼之臣，使昔日关中保驾之功，化为乌有，窃为将军不取也。且袁术性最多疑，将军后必为其所害。今不早图，悔之无及。先叹曰：吾欲归汉，恨无门耳。登乃出部书，先览书毕曰：吾已知之。公先回，吾与杨将军反戈击之，但看火起为号，温侯以兵相应可也。登辞先，即回报吕布。布乃分兵5路，高顺引一军进小沛，敌乔蕤；陈宫引一军进宜都，敌陈济；张辽、臧霸引一军出琅琊，敌雷宝；宋宪、魏续引一军出碣石，敌陈兰；吕布自引一军出大道，敌张勋。各领军1万，余者守城。吕布出城30里下寨。张勋军到，料敌吕布不过，且退20里屯驻，待4下兵接应。是夜2更时分，韩先、杨凤分兵到处放火，接应吕家军入寨。勋军大乱，吕布乘势掩杀，张勋败走。吕布赶到天明，正撞着纪灵接应，两军相迎，恰待交锋，韩先、杨凤2路杀来。纪灵大败而走，吕布引兵追杀，山后一彪军到。门旗开处，只见一队军马打龙凤日月旗幡，4斗5方金雉，金瓜银斧，黄喙白毛，黄罗镶金伞盖之下，袁术身披金甲，万旋2刀，立于阵前，大骂吕布背主家奴。布怒，挺戟向前。术将李丰挺枪来迎，战不3合，背部刺伤其手，风弃枪而走。吕布挥兵冲杀，蜀军大乱。吕布引军从后追赶，抢夺马匹，衣甲无数。袁术引着败军，走不上数里，山背后一彪军出，截住去路。当先一将，乃关云长也，大叫反贼，还不受死。袁术慌走，余众四散奔逃，被云长大杀了一阵。袁术收拾败军，奔回淮南去了。吕布得胜，邀请云长并杨凤、韩先等一行人马到徐州大排筵宴款待，军士都有犒赏。次日，云长辞归，不保韩先为宜都牧，杨凤为琅琊牧，商议欲留2人在徐州。陈规曰：不可。韩、杨2人据山东，不出1年，则山东城郭皆属将军也。不然之，遂宋2将战于宜都，琅琊2处屯左达右刀，以厚恩命。
陈登思问父曰：何不留二人在徐州，围杀吕布之根？归曰：倘二人协助吕布，是反为虎天爪牙也。登乃服父之高见。却说袁术败回淮南，遣人往江东问孙策借兵报仇。策怒曰：汝赖无欲喜，现称帝号，背反汉室，大逆不道。吾方欲加兵问罪，岂肯反助叛贼乎？遂作书以决之。使者赍书回见袁术，术看毕，怒曰：黄口孺子，何敢乃尔？吾先伐之，常使杨大将立见方止。却说孙策自发书后，防袁术兵来，点军守住江口。忽曹操使至，拜策为会稽太守，令起兵征讨袁术。策乃商议，便欲起兵。常使张昭曰：术虽新败，兵多粮足，未可轻敌，不如遗书曹操，劝他南征，无为后应。两军相援，术军必败。万一有失，亦望操救援。策从其言，前时以此意答曹操。却说曹操至许都，司牧典韦，立嗣继之，封其子典满为中郎，收养在府。忽报孙策遣使致书。操览书毕，又有人报袁术乏粮，劫掠陈留，欲乘虚攻之。遂兴兵南征，令曹人守许都，其余皆从征。马步兵17万，粮食辎重1000余车，一面先发人会合孙策与刘备、吕布。兵至豫章界上，玄德早引兵来迎，操命请入营。相见毕，玄德献上首级2颗。操惊曰：此是何人首级？玄德曰：此韩先、杨奉之首级也。操曰：何以得之？玄德曰：吕布令2人全驻宜都、琅琊2县，不意2人纵兵掠民，人人皆怨，因此被乃设一宴，诈请议事，饮酒间，执斩为号，使官张二弟杀之，尽降其众。今特来请罪。操曰：君为国家除害，正是大功，何言罪也？遂后劳玄德合兵到徐州界。吕布出营，操善言抚慰，封为左将军，许于还都之时，换给印绶。布大喜。操即分吕布一军在左，玄德一军在右，自统大军居中，令夏侯惇、于禁为先锋。袁术知曹兵至，令大将乔蕤引兵5万作先锋。两军会于寿春界口。乔蕤当先出马，与夏侯惇战不3合，被夏侯惇硕死。数军大败，奔走回城。忽报孙策发船攻江边西面，吕布引兵攻东面，刘备、关张引兵攻南面，操自引兵17万攻北面。数大惊，即聚众文武商议。杨大将曰：寿春水旱连年，人皆缺食，今又动兵扰民，民既生怨，兵至难以拒敌。不如留军在寿春，不必与战，待彼粮尽，必然生变。下且统御领军渡淮，一者救赎，二者战避其锐。数用其言，刘礼封、岳就、梁刚、陈济4人，分兵10万，坚守寿春，其余将卒，并库藏金玉宝贝，尽数收拾过淮去了。却说曹兵17万，日费粮食浩大，诸郡及荒旱，皆计不及。操催军速战，李丰等闭门不出。操军相距月余，粮食将尽，致书于孙策，借得粮米10万斛，不敷之散。管粮官任郡，部下仓官王后，入禀操曰：兵多粮少，当如之何？操曰：可将小斛散之，权且救一时之急。后曰：兵士倘愿，如何？操曰：吾自有策。后依命以小斛分散，操暗使人各寨探听，无不皆怨，皆言丞相欺众。操乃密诏王后入曰：吾欲问汝借一物，以压众心，汝必勿令。后曰：丞相欲用何物？操曰：欲借汝头以示众耳。后大惊曰：其实无罪。操曰：吾亦知汝无罪，但不杀汝，君心变矣。汝死后，汝妻子无自养之，汝勿虑也。后在预言时，操早护刀斧手推出门外，一刀斩弃，悬头高杆，出榜小事曰：王后故行小斛，盗窃官粮，谨按军法。于是众怨时解。次日，操传令各营将领，如3日内不并力破城，皆斩。
操亲至城下，督诸军班土运时，田豪塞堑，城上矢石如雨，有2员皮将未避而回，操撤剑轻斩于城下，遂自下马接土填坑。于是大小将士无不向前，军威大振。城上抵敌不住，曹兵争先上城，斩关落锁，大队涌入。李丰、陈济、岳就、梁刚都被生擒。操令皆斩于市，焚烧未造宫室殿宇，一应犯禁之物。寿春城中收掠一空。商议欲进兵渡淮，追赶袁术。荀彧谏曰：年来荒旱，粮食艰难，若更进兵，劳军损民，未必有利。不若战回许都，待来春麦熟，军粮足备，方可图之。操踌躇未决，忽报马到，报说张绣依托刘表，赴泗猖獗，南阳诸县复反，曹洪拒敌不住，连输数阵，今特来告急。操乃持书与孙策，令其跨江布阵，以为刘表疑兵，使不敢妄动，自己即日班师，别议征张绣之事。临行，令玄德仍屯兵小沛，与吕布结为兄弟，互相救助，再无相侵。吕布引兵自回徐州。操密谓玄德曰：吾令汝屯兵小沛，是掘坑待虎之计也。公旦与陈规父子商议，物至有失，某当为宫外援。话毕而别。却说曹操引军回许都，人报段威杀了李傕，武袭杀了郭范，将头来献。段威并将李傕和族老小200余口活解入许都。操令分于各门处斩，传首号令，人民称快。天子升殿，会集文武，作太平筵宴。封段威为荡寇将军，武袭为舔鱼将军，各引兵镇守长安。2人谢恩而去。操急奏张绣作乱，当兴兵伐之。天子乃亲排銮驾，送操出师，时建安3年夏4月也。操留荀彧在许都，调遣兵将，自统大军进发。行军之次，见一路麦已熟，民因兵至，逃避在外，不敢应麦。操使人远近遍遇村人父老，及各处守禁官吏曰：吾奉天子明诏，出兵讨逆，与民除害。方今麦熟之时，不得已而起兵，大小将校，凡过麦田，但有践踏者，并皆斩首。军法甚严，耳民悟得惊疑。百姓闻谕，无不欢喜称颂，望臣遮道而拜。官军经过麦田，皆下马以手扶麦，地相传送而过，并不敢践踏。操乘马正行，忽田中惊起一鸠，那马衍生，窜入麦中，践坏了一大块麦田。操随呼行军主簿，拟议自己贱麦之罪。主簿曰：丞相岂可议罪？操曰：吾自治法，吾自犯之，何以服众？即撤所佩之剑，欲自刎。众即救助。郭嘉曰：古者春秋之义，法不加于尊。丞相总统大军，岂可自强？操沉吟良久，乃曰：既春秋有法不加于尊之意，无辜免死。乃以剑割自己之法，执于地曰：割法全代首。使人以法传示三军曰：丞相贱卖，本当斩首号令，今割法以待。于是三军悚然，无不领遵军令。后人有诗论之曰：10万貔貅10万星，一人号令众难尽。把刀割法全为首，方见曹瞒诈术深。却说张绣之操引兵来，即发书报刘表，使为后应，一面与雷旭、张先2将领兵出城迎敌。两阵对圆，张绣出马，指操骂曰：汝乃驾仁义无廉耻之人，与禽兽何异？操大怒，令许褚出马，绣令张先接战。止3合，许褚斩张先于马下，绣军大败。操引军赶至南阳城下，绣入城，闭门不出。操围城攻打，见城壕甚阔，水势又深，急难进城，乃令军士运土填壕，又用土布袋并柴新草把相杂于城边做梯凳，又立云梯窥望城中。操自骑马绕城观之。如此3日，操传令叫军士于西门角上堆积柴薪，汇集诸将，就那里上城。城中贾诩见如此光景，便谓张绣曰：某已知曹操之意矣，今可将计就计而行。
正是强中自有强中手，用诈还逢是诈人。不知其计若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第18回，贾文和料敌决胜，夏侯惇拔师旦金。却说贾诩料知曹操之意，便欲将计就计而行，乃谓张绣曰：“某在城上见曹操绕城而观者3日，他见城东南角砖土之色，新旧不等，路角多半毁坏，亦将从此处攻进，却须去西北上积草，诈为声势，欲哄我撤兵守西北，彼城夜黑，必爬东南角而进也。”绣曰：“然则奈何？”诩曰：“此亦是耳。来日可令精壮之兵，饱食轻装，尽藏于东南房屋内，却叫百姓假扮军士，须守西北，夜间任他在东南角上爬城。四骑爬进城时，一声炮响，伏兵齐起，操可擒矣。”绣喜从其计。早有探马报曹操，说张绣竟撤兵在西北角上，呐喊守城，东南却甚空虚。操曰：“终无计矣。”遂命军中密备敲决，爬城器具，日间只引军攻西北角，至2更时分，却领精兵于东南角上爬入壕去，砍开路角。城中全无动静，众军一齐涌入，只听得一声炮响，伏兵四起。曹军急退，背后张绣轻驱勇撞杀来。曹军大败，退出城外，奔走数十里。张绣直杀至天明，方收军入城。曹操祭典败军，以着5万余人，失去辎重无数。吕虔、于禁俱各被伤。却说贾诩见操败走，即劝张绣遗书刘表，使起兵截其后路。表的书即欲起兵，忽探马报孙策屯兵湖口。蒯良曰：“策屯兵湖口，乃曹操之计也。今操兴败，若不乘势击之，后必有患。”表乃令黄祖坚守隘口，自己统兵至安众县截操后路，一面约会张绣。绣知表兵已起，即同贾诩引兵袭操。且说操军缓缓而行，至襄城到御水，操忽于马上放声大哭。众惊问其故，操曰：“吾思去年于此地折了吴大将典韦，不由不哭耳。因即下令屯驻军马，大设祭筵，吊奠典韦亡魂。操亲自拈香哭拜，3军无不感叹。祭典韦毕，方祭侄曹安民及长子曹昂，并祭阵亡军士，连那匹射死的大宛马也都致祭。次日，忽荀彧差人报说，刘表助张绣屯兵安众，截无归路。操答彧书曰：“吾日行数里，非不知贼来追我，然吾计划已定，若到安众，破绣必矣。君等勿疑。”便催军行至安众县界。刘表军以守险要，张绣随后引军赶来。操乃令众军黑夜早险开道，暗伏骑兵。及天色为明，刘表、张绣军会合，见操兵少，以操遁去，俱引兵入险击之。操纵骑兵出，大破2家之兵。曹兵出了安众界口，于隘外下寨。刘表、张绣各整败兵相见。表曰：“何其反中曹操奸计？”绣曰：“容在图之。”于是2军集于安众。且说荀彧探知袁绍欲兴兵犯许都，星夜持书报曹操。操得书心慌，即日回兵。细作报之张绣，绣欲追之。贾诩曰：“不可追也，追之必败。”刘表曰：“今日不追，坐失机会矣。”帝劝绣引军1万余同往追之，约行10余里，赶上曹军后队。曹军奋力接战，绣、表2军大败而还。绣谓许曰：“不用公言，国有此败。”许曰：“今可整兵再往追之。”绣与表惧曰：“今已败，奈何复追？”许曰：“今番追去，必获大胜，如其不然，请斩无首。”绣信之，刘表一律不肯同往。绣乃自引1军往追，操兵果然大败，军马辎重，连路散弃而走。绣正往前追赶，忽山后一彪军涌出，绣不敢前追，收军回安众。刘表问贾诩曰：“前以精兵追退兵，而公曰必败；后以败卒及胜兵，而公曰必克，究竟悉如公言，何其事不同而皆验也？愿公明教我。”许曰：“此亦知耳。”
将军虽善用兵，非曹操敌手。操军虽败，必有晋江为殿，以防追兵。我兵虽锐，不能敌之也，故之必败。夫操之急于退兵者，必因许都有事，既破我追军之后，必轻车速回，不复违背。我乘其不备而更追之，故能胜也。刘表、张绣拒扶其高见，许劝表回荆州，袖手相承，以为唇齿，两军各散。且说曹操正行间，闻报后军为秀所追，即引众将回身救应。只见秀军已退，败兵回告操曰：若非山后这一路人马阻住中路，我等皆被擒矣。操即问何人，那人绰枪下马拜见曹操，乃镇威中郎将，江夏平春人，姓李，名通，字文达。操问何来，通曰：晋守汝南，闻丞相与张绣、刘表战，特来接应。操喜，封通为建功侯，守汝南西界，以防表绣。李通拜谢而去。操还许都表奏孙策有功，封为讨逆将军，赐爵吴侯，遣使击赵江东，欲令防剿刘表。操回府，众官参见毕。荀彧问曰：丞相缓行至安众，何以知必胜贼兵？操曰：彼退无归路，必将死战，吾缓诱之而暗图之，是以知其必胜也。荀彧拜服。郭嘉入。操曰：公来何目也？嘉绣出一书，白操曰：袁绍使人致书丞相，言欲出兵攻公孙瓒，特来借粮借兵。操曰：吾闻绍欲图许都，今见无归，又别生他意，遂差书观之，见其辞意骄慢，乃问嘉曰：袁绍如此无状，吾欲讨之，恨力不及，如何？嘉曰：刘项之不敌，公所知也。高祖为制胜，项羽虽强，终为所擒。今绍有10败，公有10胜，绍兵虽胜，不足惧也。绍反礼多疑，公体任自然，此道胜也。绍以逆动，公以顺律，此亦胜也。还临以来，政失于宽，绍以宽济，公以猛究，此至胜也。绍外宽内济，所任多亲戚，公外简内明，用人为才，此度胜也。绍多谋少决，公得策则行，此谋胜也。绍专收名誉，公以至诚待人，此得胜也。绍恤近乎远，公虑无不周，此人胜也。绍听谗惑乱，公浸润不行，此名胜也。绍是非混淆，公法度严明，此文胜也。绍好为虚事，不知兵要，公以少克众，用兵如神，此武胜也。公有此10胜，予以败绍无难矣。操笑曰：如公所言，孤何足以当之？荀彧曰：郭奉孝10胜10败之说，正与愚见相合。绍兵虽众，何足惧耶？嘉曰：徐州吕布实心腹大患，今绍北征公孙瓒，我当乘其远出，先取吕布，扫除东南，然后屠绍，乃为上计。否则我方攻绍，不必乘虚来犯许都，为害不浅也。操然其言，遂议东征吕布。荀彧曰：可先使人往约刘备，待其回报，方可动兵。操从之，一面发书与玄德，一面后遣少使，奏封绍为大将军太尉，兼都督冀、青、幽并4州。秘书达之云：公可讨公孙瓒，吾当相助。绍的书大喜，便进兵攻公孙瓒。且说吕布在徐州，每当宾客宴会之际，陈规父子必胜称不得。陈公不悦，程坚告布曰：陈规父子面于将军，其心不可测，宜善防之。布怒斥曰：汝无端陷谗，欲害好人耶？公出叹曰：忠言不入，吾辈必受殃矣。意欲弃不他往，却又不忍，又恐被人嗤笑，乃终日闷闷不乐。翌日，带领数骑去小沛地面围猎解闷，忽见官道上一骑一马，飞奔前去。公疑之，弃了围场，引从骑从小路赶上，问曰：汝是何处使命？那使者知是吕布部下人，慌不能答。陈公令搜其身，得玄德回答曹操密书一封。公即连人与书，拿见吕布，布问其故。来使曰：曹丞相差我往刘豫州处下书，今得回书，不知书中所言何事。布乃拆书细看，书略曰：奉明命欲图吕布，敢不夙夜用心，但
但被兵围将少，不敢轻动。丞相若兴大师，被当为前驱。谨言兵整甲，专待君命。吕布见了，大惊曰：“操贼焉敢如此！”遂将使者斩首，先使陈宫、桑霸结连泰山寇孙观、吴敦、营里昌西，东取山东兖州诸郡。令高顺、张辽取沛城，攻玄德。令宋宪、魏续西取汝尹，布自总中军为3路救应。且说高顺等引兵出徐州，将至小沛，有人报知玄德。玄德即与众商议。孙乾曰：“可速告急于曹操。”玄德曰：“谁可去许都告急？”阶下一人出曰：“某愿往。”视之，乃玄德同郡人，姓简，名雍，字宪和，现为玄德募兵。玄德即修书复简雍，使星夜赴许都求援，一面整顿守城器具。玄德自守南门，孙乾守北门，云长守西门，张飞守东门，令糜竺与其弟糜芳守护中军。原来糜竺有一妹，嫁与玄德为次妻。玄德与他兄弟有郎舅之亲，故令其手中军保护妻小。高顺军至，玄德在敌楼上问曰：“吾与奉先无隙，何故引兵至此？”舜曰：“你结连曹操，欲害吾主，今事已露，何不就服？”言讫，便挥军攻城。玄德闭门不出。次日，张辽引兵攻打西门。云长从城上谓之曰：“公以表非俗，何故失身于贼？”张辽低头不语。云长知此人有忠义之气，更不以恶言相加，亦不出战。辽引兵退至东门，张飞便出迎战。早有人报知关公，关公即来东门看时，只见张飞方出城，张辽军已退。飞欲追赶，关公即召入城。飞曰：“彼拒而退，何不追之？”关公曰：“此人武艺不在你我之下，因我以正言感之，颇有自毁之心，故不与我等战耳。”飞乃悟，只令士卒坚守城门，更不出战。却说简雍至许都见曹操，具言前事。操即聚众谋士议曰：“吾欲攻吕布，不忧袁绍掣肘，只恐刘表、张绣扰其后耳。”荀攸曰：“二人心魄，未敢轻动。吕布骁勇，若更结连袁术，纵横淮泗，极难图矣。”郭嘉曰：“今可乘其出叛，众心未复，即往击之。”操从其言，即命夏侯惇与夏侯渊、吕虔、李典领兵5万先行，自统大军陆续进发，简雍随行。早有探马报知高顺，顺飞报吕布，布先令侯成、郝萌、曹信引200余骑接应高顺，使离沛城30里去迎曹军，自引大军随后接应。玄德在小沛城中见高顺退去，知是曹家兵至，乃只留孙乾守城，糜竺、糜芳守家，自己却与关、张二公提兵进出城外，分头下寨接应曹军。却说夏侯惇引军前进，正与高顺军相遇，便挺枪出马搦战。高顺迎敌，两马相交，战有40-50合，高顺抵敌不住，败下阵来。惇纵马追赶，顺绕阵而走。惇不舍，亦绕阵追之。阵上曹信看见，暗地拈弓搭箭，去得真切，一箭射去，正中夏侯惇左目。惇大叫一声，即用手拔剑，不想连眼珠拔出，乃大呼曰：“父精母血，不可弃也！”遂纳于口内啖之，仍复挺枪纵马，直取曹信。信不及提防，早被一枪搠透面门，死于马下。两边军士见者，无不骇然。夏侯惇既杀曹信，纵马便回。高顺从背后赶来，挥军齐上，曹军大败。夏侯渊救护其兄而走。吕虔、李典将败军退去，冀北下寨。高顺得胜，引军回击玄德，恰好吕布大军易至。不与张辽、高顺分兵3路，夹攻玄德、关、张3寨。正是但今猛将虽能战，终见先锋难久持。未知玄德胜负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第19回，下邳城曹操鏖兵，白门楼吕布殒命。却说高顺引张辽及关公寨，吕布自及张飞寨，关张各出迎战，玄德引兵2路接应。
吕布分军从背后杀来，关张两军皆溃，玄的引数使其奔回沛城。吕布赶来，玄的急唤城上军士放下吊桥。吕布随后也到，城上欲待放箭，又恐射了玄德，被吕布乘势杀入城门，把门将士抵敌不住，都四散奔避。吕布招军入城，玄德见势已急，到家不及，只得弃了妻小，穿城而过，走出西门，匹马逃难。吕布赶到玄德家中，糜竺出迎，告布曰：“吾闻大丈夫不废人之妻子，今与将军争天下者，曹公耳。玄德常念辕门社稷之恩，不敢背将军也。今不得已而投曹公，为将军怜之。”布曰：“吾与玄德旧交，岂忍害他妻子？”便令糜竺引玄德妻小去徐州安置。布自引军投山东兖州境上，留高顺、张辽守小沛。此时孙乾已逃出城外，关张二人亦各自收得些人马，往山中驻扎。且说玄德匹马逃难，正行间，背后一人赶至，是之乃孙乾也。玄德曰：“吾今两地不知存亡，妻小失散，为之奈何？”孙乾曰：“不若且投曹操，以图后继。”玄德一言，寻小路投许都，途次绝粮，常往村中求食，但到处闻刘豫州皆争竞饮食。一日到一家投宿，其家一少年出拜，问其姓名，乃猎户刘安也。当下刘安闻豫州牧至，欲寻野味供食，一时不能得，乃杀其妻以食之。玄德曰：“此何肉也？”安曰：“乃狼肉也。”玄德不疑，乃饱食了一顿，天晚就宿。至小将去，往后院取马，忽见一妇人杀于厨下，壁上肉已都割去。玄德惊问，方知昨夜食者，乃其妻之肉也。玄德不生伤感，洒泪上马。刘安告玄德曰：“本欲相随使君，因老母在堂，未敢远行。”玄德称谢而别，取路出梁城。忽见晨头蔽日，一彪大军来到。玄德知是曹操之军，同孙乾进至中军旗下，与曹操相见，据说失沛城，散二弟献妻小之事。操亦为之下泪，又说刘安杀妻为食之事，操乃令孙乾以金百两往赐之。军行至冀北，夏侯渊等迎接入寨，被严兄夏侯惇损其一目，卧病未全。操临卧处视之，令先回许都调理，一面使人打探吕布现在何处。采马回报云：吕布与陈宫、桑霸结连泰山贼寇，共攻兖州诸郡。操即令曹仁引3000兵打沛城。操亲提大军，与玄德来战吕布。前至山东，路径萧关，正遇泰山寇孙观、吴敦、营里、昌西领兵3万余拦去路。操令许褚迎战，四将一齐出马。许褚奋力死战，四将抵敌不住，各自败走。操乘势掩杀，追至萧关，探马飞报吕布。时不已回徐州，欲同陈登往救小沛，令陈归守徐州。陈登临行，归谓之曰：“昔曹公曾言东方氏尽附于汝，今不将败，可便图之。”登曰：“外面之事，儿自为之。倘不败回，父亲便请糜竺一同守城，休放步入，而自不脱身之计。”归曰：“不期小在，此心腹颇多，为之奈何？”登曰：“儿亦有计了。”乃入见吕布曰：“徐州四面受敌，操必立功，我当先思退步。可将钱粮移于夏培，倘徐州被围，夏培有粮可救。主公何早为计？”布曰：“袁龙之言甚善，吾当并妻小一去。”遂令宋宪、魏续保护妻小与钱粮移屯夏培，一面自引军与陈登助救萧关。到半路，登曰：“容某先到关探曹兵虚实，主公方可行。”不许之，登乃先到关上。陈宫等接见，登曰：“温侯申怪公等不肯向前，要来责罚。”公曰：“今曹兵势大，未可轻敌。吾等谨守关隘，可劝主公深保沛城，乃为上策。”陈登为，至晚上关而望，见曹兵直逼关下，
乃乘夜连写3封书，拴在箭上，射下关去。次日辞了陈宫，飞马来见吕布曰：关上孙关等皆欲献关，某已留下陈宫守把，将军可于黄昏时杀去就应。布曰：非公则此关休矣。便叫陈登飞骑先至关，曰陈宫为内应，举火为号。登进往报公曰：曹兵已抄小路到关内，恐徐州有失。公等宜急回。公遂引众弃关而走。登就关上放起火来。吕布乘黑沙至，陈宫军和吕布军在黑暗里自相掩杀。曹兵望见号火，一齐杀到，乘势攻击。孙关等各自四散逃避去了。吕布直杀到天明，方知是计，即与陈宫回徐州。到的城边叫门时，城上乱箭射下。糜竺在敌楼上喝曰：汝夺吾主城池，今当人还吾主，汝不得复入此城也。布大怒曰：臣归何在？竺曰：吾已杀之矣。布回顾公曰：臣登安在？公曰：将军上执迷而问此佞贼乎？布令遍寻军中，却只不见。公劝布及投小沛，不从之。行至半路，只见一彪军奏至，视之乃高顺、张辽也。布问之，答曰：臣登来报说主公被围，今某等即来救解。公曰：此又佞贼之计也。布怒曰：吾必杀此贼。即驱马至小沛，只见城上尽插曹兵旗号。原来曹操已令曹仁袭了城池，引军守把。吕布于城下大骂陈登，登在城上止步骂曰：吾乃汉臣，安肯视汝反贼耶？布大怒，正待攻城，忽听背后喊声大起，一队人马来到。当先一将乃是张飞。高顺出马迎敌，不能取胜，布亲自接战。正斗间，阵外喊声复起，曹操亲统大军冲杀前来。布料难抵敌，引军东走。曹兵随后追赶，吕布走得人困马乏，忽大闪出一彪军拦住去路，围到一江，立马横刀大喝吕布休走。关云长在此，吕布慌忙接战，背后张飞赶来，布无心恋战，与陈宫等杀开条路，径奔下邳。侯成引兵接应去了。关张相见，各洒泪言失散之事。云长曰：我在海州路上驻扎，探得消息，故来至此。张飞曰：弟在芒砀山住了这几时，今日幸得相遇。两个叙话毕，一同引兵来见玄德，哭拜于地。玄德悲喜交集，引二人见曹操，便随操入徐州。糜竺接见，具言家属无恙，玄德甚喜。陈规父子亦来参拜曹操。操设一大宴，犒劳诸将。操自居中，使陈规居左，玄德居右，其余将士各依次坐。宴罢，操加陈规父子之功，加封10县路，授登为伏波将军。且说曹操得了徐州，心中大喜，商议起兵攻下邳。程昱曰：不今只有下邳一城，若逼之太急，必死战而投袁术矣。不与数合，其势难攻。今可使能事者守住淮南境路，内防吕布，外当袁术。况今山东上有臧霸、孙关之徒未曾归顺，防之亦不可乎也。操曰：吾自当山东诸路，其淮南境路请玄德当之。玄德曰：丞相将令，安敢有违？次日，玄德留糜竺、简雍在徐州待孙乾、关张引军王守淮南境路。曹操自引兵攻下邳。且说吕布在下邳，自是粮食足备，且有泗水之险，安心坐守，何保无虞？陈宫曰：今操兵方来，可乘其寨山未定，以逸击劳，无不胜者。布曰：吾方屡败，不可轻出，待其来攻而后击之，皆落泗水矣。虽不听陈宫之言。过数日，曹兵下寨已定。操统众将至城下，大叫吕布答话。布上城而立。操谓布曰：闻奉先又欲结婚袁术，无故领兵至此。夫术有反逆大非，而公有讨董卓之功，今何自弃其前功而从逆贼耶？倘城池一破，悔之晚矣。若早来将，共扶王室，
当不失封侯之位。不曰丞相且退，尚容商议。陈宫在部侧大骂曹操奸贼，一箭射中其盔盖。操止公恨曰：无事杀汝，遂引兵攻城。公谓不曰：曹操远来，事不能久。将军可以步骑出屯于外，公将于众必守于内。操若攻将军，公引兵及其备；若来攻城，将军为救于后。不过旬日，操军实尽，可以鼓而破，此乃己角之事也。不曰公言极是，遂归府收拾戎装。时方东寨，吩咐从人多带棉衣。不期严氏闻之，出问曰：君欲何往？不告以陈宫之谋。严氏曰：君委全城，捐妻子，孤军远出，倘一旦有变，妾岂得为将军之妻乎？不踌躇未决，3日不出。公入见曰：操军四面围城，若不早出，必受其困。不曰：吾思远出不如坚守。公曰：近闻操军粮少，遣人往许都去取，早晚将至。将军可引精兵往断其粮道，此计大妙。不然其言，复入内对严氏说之此事。严氏泣曰：将军若出，陈宫、高顺安能坚守城池？倘有差失，悔无及矣。妾袭在长安，以为将军所弃，信赖旁叔私藏妾身，再得与将军相聚，孰又知今又弃妾而去乎？将军前程万里，情勿以妾为念。严罢痛哭。不闻言愁闷不绝，入告貂蝉。貂蝉曰：将军与妾做主，勿轻骑自出。不曰：汝无忧虑，吾有画戟、赤兔马，谁敢近我？乃出谓陈宫曰：操军粮至者诈也。操多诡计，吾未敢动。公出叹曰：吾等死无葬身之地矣。不于是终日不出，只同严氏、貂蝉饮酒解闷。谋士许嗣、王凯入见部，进计曰：今袁术在淮南，声势大振。将军就曾与彼约婚，今何不仍求之？彼兵若至，内外夹攻，操不难破也。不从其计，即日修书，就着2人前去。许嗣曰：须得一军引路冲出方好。不令张辽、郝蒙2个引兵1000，送出隘口。是夜2更，张辽在前，郝蒙在后，保着许嗣、王凯杀出城去。我过玄的寨，众将追赶不及，已出隘口。郝蒙将500人跟许嗣、王凯而去。张辽引一半军回来，到隘口时，云长拦住。未及交锋，高顺引兵出城救应，皆入城中去了。且说许嗣、王凯至寿春，拜见袁术，呈上书信。术曰：前者杀吾使命，赖我差因，今又来相问，何也？嗣曰：此为取奸计所误，愿明公详之。术曰：如主不因曹兵困急，其肯以女许我？凯曰：明公今不相救，恐唇亡齿寒，亦非明公之福也。术曰：奉先反复无信，可先送女，然后发兵。许嗣、王凯只得拜辞，和郝蒙回来。到王的寨边，嗣曰：日间不可过。夜半吾2人先行，郝将军断后。商量停当，夜过玄的寨，许嗣、王凯先过去了。郝蒙正行之次，张飞出寨拦路。郝蒙交马只一合，被张飞生擒过去，500人马尽被杀散。张飞劫郝蒙来见玄德，玄德押往大寨见曹操。郝蒙被说求救许婚一事，操大怒，斩郝蒙于军门，使人传谕各寨，小心防守，如有走透吕布及彼军士者，依军法处置。各寨悚然。玄德回营，吩咐关张曰：我等正当淮南冲要之处，2弟切宜小心在意，勿犯曹公军令。飞曰：捉了一员贼将，曹操不见有甚褒赏，却反来下贺，何也？玄德曰：非也，曹操统领多军，不以军令，何能服人？必勿犯之。关张应诺而退。且说许嗣、王凯回见吕布，具言袁术先欲得父，然后起兵救援。布曰：如何送去？嗣曰：今郝蒙被获，操必知我情，欲做准备。
若非将军亲自护送，谁能突出重围？故曰：今日便送去，如何？四曰：今日乃凶神值日，不可去。明日大利，宜用虚亥时。部命张辽、高顺引3000军马，安排小车1辆，我亲送至200里外，却使你2个送去。